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最終章頻道，我係 Tony。今日嘅主題係傳統貨幣同埋加密貨幣嘅分別。你係咪真正了解金錢呢？我哋由生活出發，重新思考財富嘅真正意義。你每日用嘅究竟係金錢定係貨幣呢？你每個月出糧有冇諗過呢啲係咪真係代表財富啊？如果聽日你銀行帳戶被凍結，呢啲錢係咪真係屬於你嘅呢？究竟係啲乜嘢先能夠真正保護你未來嘅財富？喺了解表特幣之前，我哋一定要了解金錢究竟係啲乜嘢。呢度同大家睇一下，究竟1蚊美金喺唔同時間嘅價值代表幾多？喺1913年，1蚊美金可以買到30個朱古力巴，而到2020年，只能夠買到一杯麥當勞咖啡啫。再睇另一個大家都好關注嘅問題，就係買樓。喺大概10年前，2016年喺美國平均中位數想買一間屋嘅價錢係288400，比特幣當年係需要664粒。到2020年，價格係328900蚊美金，而比特幣嘅價格係45粒。到2024年，美金嘅價格係434700，而比特幣只係6.6個。睇完上述嘅例子，呢度俾一個表格大家睇一睇，究竟金錢同貨幣嘅分別係啲乜嘢啦？喺本質嚟講，金錢會係保值同儲存財富嘅，而貨幣係用嚟作交換嘅媒介。特性方面，金錢係抗貶值、稀缺同埋可以去中心化，而貨幣係容易受到通脹嘅影響、無限供應同埋依賴政府。例子嚟講，金錢會係黃金、白銀、比特幣，而貨幣就係例如美金、港幣、人民幣。傳統貨幣係咪真係咁安全呢？政府可以無上限咁樣印銀紙，大家嘅購買力逐年都會下降，而政府嘅政策隨時都可以變，會有資本嘅控制或者凍結帳戶。系統性嘅風險會令銀行破產、貨幣貶值。我哋生活中嘅數字未必代表到我哋真正嘅財富同資產。比特幣係屬於你真正嘅資產，因為佢由你自己嘅掌控，唔依賴任何嘅銀行第三方。佢供應量係有限，係2100萬粒，係唔可以任意被製造出嚟嘅。而呢一點亦都係點解比特幣比黃金同白銀更加接近完美金錢嘅定義。而你可以喺全球任何地方用比特幣自由交易，無國界咁去流通。結束之前都俾一個問題大家互動一下，究竟你嘅資產想由邊個控制呢？你會繼續相信銀行嘅系統，定係會開始了解一下去中心化嘅世界啊？最後好多謝大家睇到呢一度，記得 CLS 我嘅頻道同埋訂閱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